在地人在地前来去看文物，北港飞龙团是台湾伝统中超过100年的艺阵。大龙旗更加有天下第一旗车道3景点的传说。这个大龙旗嘛是去年被列为国家重要的文物。为了彰显大龙旗的风采甲历史，飞龙团伫北港文化中心展览，要让乡亲会当欣赏到飞龙团100年的风采。 北港的飞龙团，若是台湾超过100年的艺阵团体，其中保存的文物大龙旗，搁较有天下第一旗车道3景点的传说。伫咧去年嘛加入国家重要文物。飞龙团伫咧9月14来到北港的文化中心展览，互乡亲会当搁较熟悉北港100年的艺阵风采。台湾目前全台湾普查的刺绣方法大概30几种，结果其中一支旗子就用了27种。大龙旗是台湾艺阵文化当中第一件国家重要文物，嘛是见证北港镇100年前的民众生活的经济状况。其中有用到的工艺是真复杂，目前嘛伫咧修复当中。除了早期这个福州的老师傅，他的功法在里面，那也延续了当时日治时代的这个日本师傅，还有就是日本的功法。这个展览为9月14到11月30，欢迎大家小少来北港文化中心欣赏大龙旗的风采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